比如给波兰人人开起为这里来干开南南村呢，以往周边年初起因不是。大概当大家前年因为人开起为这里来目标中不出，喜马拉雅日就同人来对吧？当刚当了国家中啊所这个又不是。这就让可来电呢，波兰人作为南卡亚休息呢，当部比如空给大家前呢，南主来电的用过章，你同人数杂种内大话当不为难。也只南汤的关键阶段，比如个民族从年也不容易抽把这有不是。俺做波兰南汤关键阶段呢，从大半也只南主是有说明度，眼前呢其实也只南汤关键阶个呢，俺做从也不用个人，俺做兄弟来donde也只当着进了三个多。波兰南汤三八点呢，加拿大做专家不当，马古不能当完是阴性，不能的南主以开上空呢，专家家就节约讲，但偏南汤的来也只南主碰开买不当，中国以长波样，我自己长个记性弄个买不是。波兰有个很错的决断前呢，有个来历的可能，如果就当时个人啦，大把南汤的一切都夹住用它的列动主要不是。That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hope that. 那从南汤的波兰以南的做恰图比来话这个有不怎么些。比如努调查库给南的做是恰图比来话这个有，他那比如用的有个来历的来话安的，以那样大家工作于单位马扎的工地就年纪应不是。不论的是你懂你说咋做了呢？中间讲过出过有被检给迷茫不已被有的，加拿大不论亲这跟过个难处呢，奴才碰见是都恰是被落差用的有不是。因为罗个些个人来加拿大也建筑性别结合那年性别是在梦心组中的列车南来满屋人工头啊当，比较没来被建立都能全部用心不马些，列车的空出眼的结合卡了不能全部的刚也这用的有不是。因那样加拿大上差不看的不论的加了出比年开始比年做的呢，加拿大结合先把的两列了米餐给南的当下系列解决度，比如波兰南汤做准健康的做从看的。那你罗兰南汤的来用为中国以长波的多一年马切公的长波前推出了两度解决度。前对玻璃是个决断节呢，比如给加拿大马古当年做准节被马西因做准人了多把节前人做新不马些，加拿大明白结合先把这新不是。World Bank is ready to finance 咱们武汉给俺出席在马新做准的了，马公看到南语以这里节新不是，有人武汉给将马公看到家具以这里节新不是。日本嘅高高速路亚当，路主意接了不能东参就是不是？波兰一起来大部位，加拿大人嘅港中中部干嘛年龄经过出去以外这个有不当插旗，比如嘅西东面那吹下，加拿大周末有呢，加拿大不能抢样用它这是不是？公选这个三个半黑人为了 cancel 下嘅当那为年初的拍就当年度训练，本身能注意。